钱的时吼，迄个钱无写着忠心啦，无写着红心啦，吼，迄字就是罪啦，就是蛤蟆铁啊！还是用伫人生咧用的时，迄就是罪。人生咱拢应该有一个应该到的所在，咱像迄个红心，应该做一个好的父母，着红心；应该做一个好的学生，着红心；应该做一个好的老师，着红心；应该做一个好的官员，着红心；应该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着红心。毋过吼，咱看下吼，每一个人伫每一个角色内面吼，咱拢无着红心。咱有当时是9分，差一丝啦；有当8分，有当7分，有当5分，有当煞离甲伫外口出去。这就咧讲罪啦。每一个人对上帝的标准来讲，拢离开，拢闪足远的去啊！吼，这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啦吼，讲有一个老母咧描写伊的囝吼，讲阮这个囝吼，细汉的少年时吼，伊安尼甲讲，这个吼，阮这个将来绝对是袂歹的。你看这个相貌吼，安尼相貌堂堂吼，这后摆应该是袂歹吼。这是少年的时安尼讲啦。啊，到中年的时候，煞也无啥会伤大声无，袂吼。到中年的时看起来，敢若也无啥喏吼，因老母就开始改啊啦吼。讲伊若愿意吼，伊就会当表现了袂歹啊。啊，到中年敢若表现了无偌好，到老的时阵，因老母就安尼讲，伊若假使尽力吼，伊就会袂歹。人生每一个坎站，哪像拢有互咱有某一种的理由，互咱无法度表现甲完全着红心啦。无着心智无够，无着年龄无够，无着经验无够，无着叫歹囡仔带去，无着去啥物个警务伤歹哦，无着心情较软正，咱有各种的理由，互咱无去写钱的时，无着迄个红心啦。这拢咱应该是正做一个应该是的款式。头拄仔讲，好的丈夫啦，好的老师啦，好的学生啦，好的爸爸啦，好的妈妈啦吼。毋过，若是对人生整个来看，对上帝的标准来看，咱是偏离多还是偏离少安尼尔？迄个偏离伫希腊文中间是多啦，多较少10分你着9分，多较少你嘛是多较济射对外口出去，迄嘛是多啦，多较少的问题。蛤蟆铁啊，这就是写着忠心的意思。第二个吼 ，parabasis， 这是啥意思呢？这就是下过的意思呀，下过啊。有一个线应该是袂使下的，毋过吼，咱常常吼对迄个无应该下过的物件吼，咱就无意中去下过。譬如讲。咱伫诚实甲白贼的中间，咱捌下过无？咱捌无诚实无？家己每一个人拢对心里家己安尼问。咱敢伫人族甲自私的迄个线顶头，咱捌下过，走对自私迄边去无？咱想着家己。咱想着家己的囝，咱无想着别人的囝；咱想着家己的利益，咱无想着别人的利益。咱有当会下过无？咱家己想看觅吼。伫礼数甲粗鲁的分界线，咱敢拢一定徛伫人族这边？咱敢毋捌粗鲁过？咱常常拢会下过。一生中，咱无影讲每一个人。伫迄对毋对的分界线吼，咱讲拢无下过，迄款人咱差不多找无。这是第二个 parabasis。第三 paraptoma 吼，甲头拄仔意思无解共哦。头拄仔伊咧讲 parabasis 迄下过是一种超故意的，超故意甲下过。毋过 paraptoma
意思是讲故意的啦。甲头前迄意思无共，是挑工的，唔是，是个，头拄的迄是挑故意的，啊，即个是无意中的。我阁讲一摆吼，是个讲乱的吼。parabasis 是挑故意的，吼，你挑故意伫迄个分界线你甲下过，但是 parapotoma 意思是无意中，即字原来是用伫咧落雪的时阵哦，无意中煞骨倒啦。我这个毋就是无意中骨倒。毋是我挑工要讲的啦，啊，迄伫人际关系顶头，就是讲，咱常常无意中咧论东论西，论这个论迄个，论男论女，论教会这个人论迄个人，咱伫无意中咧论人中间去伤着人。我一摆问阮牧师娘啊，即摆恁的智慧啊，我就甲问啊，这是要讲什么？用什么例来讲？阮牧师娘一个反应，我感觉足水的。用迄定定的啦，迄定定的啦，咱定定伫无意中讲话时去伤害着人。最后一个阿糯米啊，阿糯米啊，毋是最后一个第四个吼，这就是不法的意思。这个不法意思就是讲，有一个律法，有一个法律，啊，咱拢挑，你无定法律无代志。啊！你定法律哦，你偏偏你去挑战法律，因为你这小姐唔通挽白啦，啊，伊挑咁要挽白啦，不可在此小便。人家哦，原来这会使放尿哦，哦，类似这款的意思啦。你定一个法律，一个法条，迄个法条出来引诱你讲哦，原来这有人做这个代志，啊，我嘛来甲做看卖啊咧，迄个。是啦，人足注意伫即款的物件。啊，迄个我举一个例啦吼，迄个马街吼，伊有捞一个台湾迄个福尔摩沙伫台湾伊做的代志，啊，甲伊所发现的代志。啊，1959年吼，有人甲翻译做《台湾谣记》。啊，这本吼是1959年翻译的吼，啊，然后过当年，经济研究社佮甲翻译1966甲翻做台湾6记。我先甲恁讲吼，迄台湾6记，像迄1、2、3、4、5、6个6个造出来，迄6就是拄好分做6章啦，吼，所以吼台湾6记。啊，这本册因为一直时间足晏啊，吼，所以最近这几年吼，啊林婉生。林婉生，恁若毋知影，伊有一个叫做林信男，捌林信男的人举手者，哦，咱台中人呢，着行教会呢，因爸爸较早是日本庙寺的住持呢，会使结婚迄款回收呢，啊，伊的家庭后来都因为到国民党过来时，甲国民党过来即款回收哦，去占因厝的庙。啊，因煞去互赶出来，无厝通住。啊，有教会姊妹吼，啊，怎啊带因全家吼，带因去立行教会，啊，因怎全家信主。啊，林信南捌甲我讲过啊，伊讲阮爸爸细汉的时吼，甲儒家辩论吼，我都也我会记得阮爸爸牵我的手做去甲人辩论的啊。哦，林信南遐有印象讲因厝是佛教的家庭。哦，啊，林信南有一个小嘛，叫林婉生，较晚生啦，林婉生。啊，伊最近嘛翻译因为迄个时间有效已经晚，所以定翻译了做福尔摩沙记事。啊，我咧讲这册名有啥翻译呢？迄早期翻出来的时阵哦，早期有一寡册的内容吼，啊，政府若无爱互你知影吼，啊，拢叫人画乌笔，啊，甚至报纸会加工，哦，咱可能咱这有人知影，毋捌拄过啊吼。啊，有人画乌边啊，有一个人罗俊义牧师，知影俊义兄的人举手者，哦，这个这啦吼。啊，较早台湾6记啦吼，即个旧的册吼，顶头吼，因拢会画乌线啦，哦，画乌线的所在，就是无要互你知影的物件啦，哦。啊，这个俊义兄讲奇怪。马街的日记的内面有甚物物件我袂当知，哦，原来吼，
到恁晚生后来出一本，爱2本去对，哦，这人我做国笔的，2本去对，对到迄句去无去的所在，哦，原来是这句啦，吼，就讲出名的中国海盗郭姓爷将荷兰人赶走，这郭姓爷这人是真可怜的异教徒，啊，这徛伫马街立场，当然看这哦郭姓爷，看电视讲这是异教徒，啊是真可怜。伊感觉讲，啊，你的历史评论甲我的历史评论哪无共？我是感觉民族英雄，你大家写做可怜的海盗，所以就安尼用乌线甲画起来。啊，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讲啥？你敢知？你无画起来，我袂注意啊。你甲画起来，我特别去甲对咧看。律法哪禁止吼？我哪想要去试看卖。啊，这无哪是犹太人，是咧，有哪是希腊人咧讲的罪啦。吼，就是迄挑工，要去甲讲，下过安怎？够影，吼，因为人的心吼，迄款的迄个物件做做啦。即个物件加起来，拢是伫新约内面所咧讲，迄个罪啦吼。啊，最后一项欧菲利马，这是不法不义，吼啊，无到迄个上帝的标准，啊，咱每一个人大概拢知，要到上帝的标准，那绝对是无可能啦，哦，所以这字拢总加起来是罪意思，啊，足侪人拢爱讲第一个意思，哦，罪乃不忠，哦，就是罪是迄个写无着红心，啊，其实迄是中间的一个意思尔，啊，剩的这加起来，这是罪所有这意思。基督教咧论罪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讲。罪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像我头拄仔来讲，你甲人对人是诚实，还是无诚实？这破坏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嘛因为破坏人甲人的关系了后，人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基督教是咧讲，人甲人破坏关系了后，人嘛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这关系，互咱因为罪，咱的关系断去。人无法度正常去听到人甲人中间心声，人嘛无法度正常听到上帝的旨意，上帝要甲咱讲什么物件，迄线桥断去啊！啊，保罗特别强调这上帝甲人中间这条线吼，断去，伊特别讲因信称义啦，因为信。人甲上帝这关系定心和好，就这条线定心接起来。哦，迄咱另外再搁讲，我这先说拖一下咱就好了吼。所以悔改是什么意思？是的，人罪人咱拍断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人嘛拍断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啊，人因为罪，咱无法度亲近上帝。人因为罪，将偶像摕来代替上帝。啊，这个时阵，咱就需要悔改。伫基督教逻辑中间，罪要安怎得到赦免，一定要悔改。哦，伫旧约内面是用祭祀，啊，伫新约内面，咱唔免遐祭祀啊。耶稣一摆为了证人死，咱接纳伊当做咱的救主的时，咱就甲上帝定心搁好啊。新约的逻辑甲是旧约这款逻辑无共啊！迄种用牛啦、用羊啦来代替人死的观念，伫新约内面有得到真大的改变。哦，咱暂时迄个祭祀的物件三系列，咱对悔改来开始。人有罪，这头一个，伊头拄仔讲啊，用5字希腊文，咱小可做一个说明。啊，这个有罪要安怎？爱悔改。这个悔改吼。意思是讲，越头啦，越头转向。耶稣出来是讲，天国近啦，你着悔改信福音。耶稣足自然安尼讲的是，迄真
看下面的人咧听迄款的反应哦，咱就咧悔改，因拢知影，毋能够说明。所以耶稣讲，恁着悔改信福音，遐物件因拢真清楚啊。啊，真清楚，咱就讲伫旧约内面，因所有的悔改是啥物意思？哦，咱去找着伫旧约内面因所咧讲的悔改意思，就是讲越头啦。安就好，安了做悔改啦。我本来是行往世界的路，毋过我即马越头行往上帝的路，安尼就是悔改。悔改信福音。耶稣就举一个譬如嘛，放荡主的譬如啊。有两个囝，一个囝厝拢乖乖咧做工课，第二个囝就较作业，伊就讲哦，我应得的财产就分互我。这犹太人是真正有即款法律啊，大囝分较济，二囝分较少，二囝有哪有分呢？伊讲我应得的业分互我，就是我应该得的家业分互我，叫做摕入去外口安尼开了，开了以后伫遐日子未过的时，以后咱想着讲我要转去阮爸的兜，越头要转去爸爸的兜，迄越头足要紧的悔改，迄是悔改的意思。我举一个历代志33章13节的记载吼，做悔改的说明吼。历代志33章13节吼，迄句圣经台语新的台语圣经是安尼翻啦吼。以求救上帝，这求救这个是玛拿西啦吼。以求救上帝，上帝就听伊的恳求。互伊倒来耶路撒冷，恢复伊的统治。玛拿西才知上主是上帝。这有讲到一个王叫做玛拿西，伊的爸爸叫做希西家，咱应该真识的名。这人若讲歹得出好顺，这是好得出歹顺啦。因爸爸是遐尼好的一个君王，结果这个囝有够歹吼，歹到啥物程度我甲记录伫遮，念互大家听吼。讲玛拿西在位的时候，拜偶像，为巴力起弹。遐巴力吼，足济拢是简单讲，就是巴力斯坦遐的在地神明啦。用咱的话，就是来为关公起庙，来为这个妈祖起庙，来为这个土地公啊起庙。因的民间宗教为起庙。拜天顶的星，咱嘛是有人咧拜星啊。伫犹太人历史中间吼，拜星是简单，这个王发生咧。伊是伫迄个以色列宗教史内面是足特别的一个人。伊搁拜星，伊搁用法术交鬼拿呢将家己的囝献互迄个神明。用伊的囝火烧死，献做祭，互神明。伊伫巴勒斯，伊伫迄个犹太教内面所做的，是咧讲做一种混合宗教，就是我拜上帝，我嘛拜民间宗教，安就对啦。这甲咱的信仰无共啊。咱的信仰是，你若拜上帝，你就毋通搁去做以前遐民间宗教的事。咱是真清楚的一神论，无迄个混合主义的啦。讲逐项拢男做一伙的啦，伊是真明显伫宗教上去做一种宗教上混合主义，信上帝嘛拜偶像。这个玛拿西后来去这个亚述甲攻击，掠去到巴比伦，用链甲链伫迄个刺皮顶头，颔棍甲刺皮甲链掉咧。伫迄个时阵伊才完全彻底伫上帝面前悔改，甲上帝祈祷，讲上帝，你若怜悯我，互我倒转去，我要清起我的一切，要重新去做上帝的这段。上帝听伊的祈祷，所互伊转去犹太国，推动迄个犹太的宗教改革。历代志下33章12节到17节除掉遐外邦的神明，重新起上帝的这段。
伫犹太人的中间吼，有一个故事安尼讲啦吼，讲当马拉西咧求上帝赦免的时吼，这个人做了有够歹的代志，将家己的囝烧互生命，这有够可恶呢，吼！你家己的囝疼都疼袂赴啊，搁烧来做献了生命，这对上帝是足大的侮辱呢。啊，即摆伊今日就甲你叫你赦免，遐天使伫边啊吼，煞指责袂调呢。上帝啊，你敢会听即款人的祈祷？即种烧家己的囝去拜民间宗教的人，你敢会听因的祈祷？伫遮吼，因的故事是安尼讲啦吼，讲天使甲上帝安尼讲，天地主，你敢会接受一个拜偶像？伫圣殿采偶像的人的悔改，上帝安尼应讲：假使我若无接纳伊的悔改，我就无法度悔改所有一切来到我面前的人。上帝意思就是，你若真心悔改，不管你的罪是重，你的罪是轻，我拢总听伊悔改的话。上帝接纳马拉西的祈祷，下面伊，即个我读一寡律比的册吼，迄律比的册安尼写吼，讲一个人写钱会当写几个 foreign 吼。即个讲1/8英里啊，吼，讲一个人若写钱吼，会当写1/8英里的远啦。毋过一个人若伫上帝面前求上帝悔改吼，迄个声音会当直接写到上帝面前。这是犹太律比的话，意思是讲，无论你的罪是轻，你的罪是重。你诚心若伫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你的求赦免的声一定透到上帝面前。这个故事伫这个犹太人中间真出名吼，因甚至讲足侪故事的啦，用足侪故事去讲啊，就是讲吼，因咧天使有轮班的啦吼。天有天通，讲当迄个马拉西咧祈祷求上帝爱怜悯伊的时阵吼，几个天使超工交虫啊，拢甲关起来，无爱互迄声冲去到上帝面前啊。上帝讲无迄款代志啦，吼，伊的声自然会来到我面前，我一定要听伊悔改的声。就对安尼，咱通知影，人若真心对你的心向上帝悔改的时阵，上帝拢要接纳你。恳求的祈祷，这是基督教所信，嘛是基督教所做的吼。我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伫台湾教会史内面也较不知趣味的故事吼。这个故事1975年吼，一个职业选手吼，因为老长过身吼，严格甲接起做总统，得到大赦，起来总统拢嘛要大赦，通互知影讲，我的开始是一个人民的开始吼，大赦，怎安尼？这个职业杀手怎会当出家啦吼？出家了吼，这人叫做炳炎啊啦吼，姓啥我毋知影。这个故事吼，我是对这个罗俊义牧师遐听，因为是因家己西门教会的故事啦，吼。这个炳炎遐吼，伊以前会晓得杀人尔咧，啥物都袂晓。红掠迄乖嘛是无期徒刑，一直拍变做有期徒刑，那变做会当出来吼。所以出来别项嘛袂晓，伊决心讲无爱啊啦，我无爱去做职业杀手的啦。无做职业杀手要安怎？要做生意，嘛袂晓做生意啊，就去甲亲情问吼，问个真简单，伫路边咧卖鸡卵糕啦。迄鸡卵糕讲3个月出师，我毋知影，是毋是3个月就出师？我想，应该是较简单的物件啦，吼。3个月出师，出师了，伊就甲因太太两个人杀一个烘鸡卵糕吼，
去市啊，去行客人去准备饲做这个小生意啊，来饲一家人，正认真做正经的代志，无要去行黑道的路，无要去做歹代啊。讲去安尼伫遐咧宴会尔吼，讲啊，两个少年的来，喂，迄是啥物人引准你倒遮摆啊？我先甲你讲咧哦，你明仔载若阁互我看到你伫遮吼，我着规个拢甲你并走，啊，保护金等等遐准备的物件，该准备你爱准备备咧。讲了，怎啊将兵验遐迄个超技能高遐物件拢甲踢咧，乌道要来恐吓啦，所以我势力范围啦吼，要倒遮摆你来分寡钱互我啦吼。啊，到过两工啦，兵验遐。照常不管，甲因某都杀来到这个所在，迄个准备要敲遐米粉啊，讲昨迄两个囡仔过来啊，即摆佫加几下个5、6个做伙来，即个来吼无共哦，上头前迄个吼包一包大红包，大个实个，阮细吼目睭去顾着屎啦，昨看无清楚是大吼。啊，昨做遐无礼数的代志，请大吼毋通下伫心内。这细顿啊，我才甲教死啊！哎，我头无咧插面啦，啊，着安尼着摕咧钱放咧，就转走。这是真正发生伫阮家己的代志。因为头前后壁这两个牧师拢是我足熟的牧师嘛。讲伊安尼伫。要去到遐摆迄个打的这个过程中间吼，伊拢看有一寡人吼，咧谈论咧台湾的民主的代志啊。伫咧路边，伫咧中药房，伫咧谈论台湾的未来，伫咧讲台湾迄长老教会有发3个证明，三迄个声明等等遐代志。伊咧过时吼，有闲着那些停者咧听。我一听讲，我这个人真遮伟大啊！我家己的代志，我伫咧烦恼袂了，佮烦恼甲别人的代志，啊，佮烦恼甲台湾的前途，啊，毋过因哪听哪爱，佮哪对遐哪听着哪久，啊，有当时若闲，爱就走遐听。伊对因这个讨论中间，知影着长老教会，嘛，因为知影长老教会，伊感觉讲，伊无可能一世人毁类一世人。伊爱有一个宗教信仰，伊安尼听咧，伊感觉讲长老教会，伊听了，伊想我都将伊心神下到遮，所以伊就去家己西门教会请人甲洗礼。啊，洗礼的牧师吼，恁应该嘛知影这陈明贤，知影无？陈明贤毋知？陈明贤即摆住伫七期遮尔呢。伊较早台中的学生工作者，吼伊接洪振辉牧师，明显你毋知。不管伊台中学生工作了后，就是去家己西门教会做牧师，是陈明贤牧师甲洗礼。啊，故事是发生伫洗礼了后，接陈明贤的罗俊义牧师，有那是家己西门教会。好，故事后壁有啥物故事？你到20世纪要结束的时，台湾选省长，还会记你迄时阵一个口号无？陈定南话讲400年来第一次，还会记无？哦，这个兵验遐吼，好安尼，为着这款政治的迄个信念吼，伊安尼是拼啊安尼替伊操纵啦，等等这个，超3、4礼拜，3、4个月拢无去礼拜。啊，陈定南选书，伊敢若规个人拢消风去安尼，啊，非常痛苦。啊，罗俊义牧师记伊这样代志，有一天早起6点，我想伊规暝无困，伊有肝病，已经足久啊。啊，透早6点，我咧猜可能半暝就想要找牧师啊，但是歹势找牧师，一直动到6点。去家己西门教会外口摇迄个铁门，牧师
我要祈祷啦，牧师，我要祈祷啦。有迄铁门，终于拢真早起来，6点已经伫迄礼拜堂内面伫遐祈祷，啊，伫遐晨更了啊。啊，若听到迄门外，我足加西的前后壁，我知啊，我幼稚园我著读加西啊，星光幼稚园啊。因为入去是礼拜堂，礼拜堂的后壁才是迄个牧师的宿舍。好佳在迄天，牧师拄好伫头前，伊6点咧摇门是有听的，较我去大门。咁啊，是啥物人透早来迄铁门，大家轻轻锵锵，轻轻锵锵安尼。讲众义牧师去门一个开，无啥物话都无讲，扭罗众义牧师呐，扭去加西，扭去甲迄头前迄祭台头前，就跪落来就在祈祷，大声吼：上帝赦免我3、4个月无来礼拜，我知影我毋对。牧师，上帝赦免我。初代信徒，咱这较久的信徒吼，若几礼拜无去，咱佫足够祈祷，咱讲有合宜的主动吼，人伊安尼吼啊呢，记赞袂掉。伊想讲伊无时间无久啊，牧师，上帝赦免我，你替我祈祷。求上帝赦免我，这项代志讲，这个罗正义牧师伫遐为祈祷，嘛祈祷较好啊。了后过2天，这个兄弟2天后就过身了。1997 2月7日，一个杀人的凶手，后来为着上帝一个好的机会，互伊出来，伊心神改变，本来惊这个世间，后来回头惊上帝，伊欢喜求上，伊欢喜将伊的性命完全交伫上帝面前。上帝要赦免这款的人，这真正是完全悔改的人，这伫上帝面前要接纳这款的人，这就是我咧讲的。悔改，脱离罪恶，归向上帝，这就是悔改的意思啊。这个意思以外，这个意思是上中心的意思啦吼。咱整句咧讲得救是脱离罪恶，归向上帝，这是整句基督教中间上中心的意思。毋过得救嘛，抑佫甲其他的一寡物件有关啦吼。譬如讲，我念互大家听啦吼，因为共迄字用伫无共的所在吼，啊有无共的表达法吼。譬如讲，得救甲医治有关系。马太9章21节，路加8章36节，得救甲救人脱离危险有关系。本土拄到危险，活出来，因就得救。马太8章25节，吼。14章30节，哦，第三，得救是脱离迷失，耶稣来是要敲吹拯救失丧的人，哦，马太18章11节，路加19章第10节，得救是要脱离人生的传染病，哦，咱一个时代拢传染这种物件啦，这个时代我咧观察咯，传染这种物件叫做讲白贼的，欺骗诈欺的。哦，迄无2天就一个诈欺电话来，阮无数年都捌险向骗尔，我莫问啦，咱一定有人捌向骗的。阮厝2个大人，2个囡仔，2个囡仔拢去互骗过，啊，2个大人感谢上帝也无互骗过，毋过阮无数年吼。嘛遐蒙骗过呢？妈妈，紧救我啦！我去互掠来伫遮啦！啊，阮迄人咧急咧讲的时阵，迄声听起来敢若拢要讲。阮下来讲，雄雄那个，
毋知安怎生出来智慧，甲讲，啊你大腿有一粒痣吼，是正骹啊倒骹？什么时阵啊？搁咧问即款话？哇！我无顺利讲，知影这骗人。哦，啊，类似即种啊吼，什么你个健保卡咧啥，这就变做一种人性传染病，遮传染遐传染，啊，搁传一段足久的时间呢，互咱这个团体脱离即种的物件，这是得救。得救是救人脱离上帝受气，罗马书第5章第9节。得救是末世，也就是讲，咱这个时阵得到救恩，但是爱到耶稣基督成做世界王的时，迄个拯救才会当得到完全。哦，基督教的历史观是有目的的，我这要特别强调一下吼。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条直线，有创造，有今世，一直到将来末世的时。佛教的历史观念是一个圆箍啊，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伊观察一个就是一直照世，一直照轮。哦，今日是你，明仔载变，可能到毋知佫变啥物，安尼一轮一轮。迄历史观伫遮是完全拢无相像。咱相信有一个末世，迄个末世到迄个时阵，耶稣要做王，上帝要掌权，啊，这上帝要掌权到伫迄个时阵，咱的拯救才会当得到完全。哦，这伫圣经内面有即款的记载吼。即几啊项中间吼，我想我来讲2项就好了吼。因为我算算的，我若假使要讲到这个拢总记咧吼，可能记袂了。我就来讲头拄仔咧讲迄几项，内面有讲到得救甲脱离身躯的病痛有关，得救甲脱离危险有关系。我就来讲这2个代志吼。来，咱看头一个吼，得救甲医治身躯的病痛有关即项吼。我写一个马太9章21节，恁看我来读吼。拄迄时有一个治着血痨病12年久的妇人人，惊我去耶稣的后面，摸伊衫躯的手，因为伊心内想，我简单摸到伊的衫，病就会好。迄个病好。我特别搁转去查希腊文，因为这巴克来讲烧伤，我去查，果然烧伤，不过是2斤烧伤，2斤烧伤，所以这病就会好，买当翻作个医就得救，医就得救。吼，而且伫顶下文伊甲翻作病就会好，是这句是这意思。烧伤得救甲身体破病有关系，咱看路加第8章36节，吼。这格拉森人的所在，有人叫贵妇，伫遐吼用石头砍家己吼。讲，看到这个代志的人，就将迄个富贵负心的人，安怎得到医好的代志，甲众人报告。迄医好的2斤原来是得救，吼，所以这是真明显用这个身体得到医治吼，来原来是得救的意思吼。第2个得救甲脱离危险有关系。门徒拄到危险发出来就得救吼。马太8章25节，14章30节，我读互大家听吼。门徒甲耶稣伫船顶，忽然起大风，船拢要并落啊！门徒话讲：主啊，救咧哦！咱得要无命咯。耶稣起来气这风，门徒就得救了。哦，这都用得救啊！哦。这2项意思，我伫遮佫补充说明。我头一个先来讲吼，得救甲医治身体的病痛有关啦吼。我捌一个家庭，我讲了，恁应该知影这是对一个家庭吼。这个家庭甲我也足熟的吼，因为伊的2囝是我去辅导中生团契学生啦吼。这是伊的大囝发生的故事。这个会友
查甫爸爸这是上慢信主，上早信主是妈妈。啊，爸爸信主上起头的是，伊是伫大稻埕咧共修理皮。我可能讲出来，恁就知影啥啦。咧修理皮，迄是徛伫路边啊，安尼空啊，共人顶一个迄个安尼，吼安尼，下啊修理较好，啊无就共擦咧啦。伊是安尼起家呢，吼。啊，伊有两个查某囝，两个查甫囝。啊，大囝就是这个荣月啦，吼。荣月伊这个27岁迄年吼，颔棍啊有生一个定的物件，吼，伫颔棍啊才有生一个定的物件。啊，一去做化疗，做钴60的化疗。啊，荣月讲伊坐迄个治疗的时候，规工敢若坐伫大船中间，头安尼戆啦吼，甚至到暗时8点还搁咧吐，吐到惨胆汁都吐出来了吼。啊，啉埋吐，啉水吐，啊，真正是生不如死，真痛苦了吼。啊，医生就甲这妈妈讲啦，化疗得照时做好，照这个逐工做效果上较好。毋过这个妈妈是来看这囡仔，已经拢记载袂条，在参详。啊，若假使咱1礼拜咧做用2礼拜做，敢有缘有效果？伊讲有啦，有效果啦，毋过效果较无遐慢，无遐紧啦。啊，毋过妈妈实在是软心嘛，讲啊，该互做较慢的就好啦吼。然后大概治疗的时，这个妈妈就甲这个带囡仔做伙祈祷。啊，祈祷讲主啊，这是伊家己写的见证吼，这个妈妈的见证，这伊的话，主啊，求你帮咱，每一摆溶液治疗拢非常痛苦，连胆汁都吐出来。我做妈妈心痛，为求你减轻伊的迄个痛苦。伊讲有够奇妙，平时化疗迄种的痛苦，头晕到有够厉害，溶液差不多规暝困袂去，迄天祈祷煞，伊困去啊。啊，困醒的时，讲药啊摕啊，啊，这互伊足大信心，做基督徒的过程中间，互伊真大的信心啦吼。啊，每一届化疗以前，这个妈妈拢会紧张祈祷，求主减轻伊的囝的艰苦啦吼。啊，上帝听伊的祈祷，这个妈妈讲，上帝是一位搁真搁活的上帝啦吼。啊，淋巴癌咱知影是恶性癌啦吼，连医生嘛讲这实在是无啥可能。要完全好吼，爱看上帝意思。医生就明明安尼甲讲啊，讲你求你的上帝啦。我做医生的人，唔敢讲遐百个话。讲互人惊到是，溶血的淋巴癌哦，完全好。伊27岁出病，溶血即马60几岁啊，好势。这啥物人你敢知？阿寿皮鞋，即卖当处长。啊，上帝嘛怜悯因这个家庭呢，因爸爸吼较早伫顶配的，啊，趁2世仔钱就爱去跳舞跳恰恰，即款的家庭呢，一个人悔改，因老母悔改，改变全家，因爸爸嘛来教会信耶稣，差不多几年前，伫大稻埕教会做一个提早的告别礼拜。咱敢若是有一天落会去吼，安尼我先甲上帝拜托啦，互我先做啦，真有勇气。啊，这个人因这丈夫变做一个完全互你袂认一个人，甲迄个伊细汉囝做荣科，我的学生吼，讲哦，你毋知阮爸以前偌费力咧，我哪有啊？看遐自身啊，哦，啊，这是因家庭的这个故事啦吼。上帝伊好伊，互伊对苦痛中间脱离。啊，咱即摆伫这个故事中间哦，看因全家吼拢来信主吼，这是一个真通互咱感谢的代志吼。咱要阁继续也是爱休困，即阵爱休困啦吼，好啊，好，咱休困一时啊，确定才讲得救甲脱离危险有关系啦吼。
可能爱超雨较远，还是雨较近。
后来迄个兄弟，咱搁倒转来即个所在啦吼。咱线接讲最后一项吼，咱简单讲一遍吼，就是讲基督教宣称人是罪人，哦，你若假使用威廉巴克所经历的这罪到底是啥物？咱差不多无一个人会当脱离讲，咱毋是罪人啦，哦，所以有罪要安怎？有罪需要悔改。得救就是因为安尼，咱做一个简单的经历，就是脱离罪恶，归向上帝，安尼就是得救。吼，这真简单。你若迄个时阵，你就知影讲，我毋对，我爱倒转去到上帝遐，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吼，除了这个以外，除了是上中心的这个理由以外，就是人对罪恶中间受救出来以外，伫新约嘛特别有讲到讲。脱离身躯的病痛啦，脱离危险啦，甚至我头拄读遐有一寡还佫有讲脱离其他的状况迄款的物件，迄款的得救。我因为咱时间的关系，我就来举这两项吼。这两项我特别是感受特别深啦，吼。恁可能嘛毋知影，我其实是即摆得重病呢。我爱甲恁讲，我可能互恁惊着。着当兵哪要紧？我54岁就对中央大学退休，因为迄个病实在是互我艰苦啊！我看日头变做另外一个色地，规身躯胃冷，循环拢出问题。迄阵为了治疗时间啦，不知影后来才知影讲时间会遐好治。迄个时阵的时间我歹治超10年，我时间是已经无啊啦，吼，头前治好啊，迄阵迄个用旧的方式，毋是即摆食药的方式吼，即摆食药是三个月就好啊呢。我用旧的方式治疗吼，治疗规身躯虚累咧，艰苦啊吼，有会友医生。判断我讲，搁3个月我就无治了。伊讲若照我的专业吼，讲后来甲我讲吼，我唯一判断了毋对，就是你这个 case， 你还搁活咧。哦，你这意志坚强。我讲上帝若要互我就活咧；若要互我转去休我就转去。哪有啥物通好迄落？我嘛毋知一直动到今仔日。今仔日还搁有一寡试探吼，不过我感谢上帝，互我身体有真济的试探吼。才知影讲，人是遐尼软正的人啦，哦，这实在是互我伫我人生的中间，互我足深的体会啦，吼。过来脱离危险，这是我拄到的一项足大的代志，我在遮甲大家分享吼。这脱离危险吼，伫新约内面有言讲这是得救吼。像我头拄恁搁特别转去看吼，第2点。得救甲救人脱离危险有关系，吼，晓写出迄个经文出来吼。就是学生迄船安尼要浮要沉安尼吼，讲先生啊救咧哦，安尼吼，阮得要灭亡啊啦，耶稣起来化遐风化遐影，我点伊，迄个时阵救咧哦，因无沉咧，因就得到救，迄个时阵用得救迄个字。伫即个时阵，新约有哪用得救迄个字吼？我用即个圣经节来讲我的经验啦吼。我甲上帝讲救咧吼，我真正无法度。我民国64年来东海大学读硕士班，2年了，民国66年1977转去中央大学，因为我大学是中央大学毕业的。等于做工师，做工师，我就学校团契，我就顺续伫遐做辅导。渐渐，咱总会知影讲，我遐一箍人咧吼，要走来走去，真好走咧吼。就问我讲，新竹遐学生工作吼，大专工作拢已经拢无半个啦。你会当对中央开始，佫开始开拓一寡其他的迄落，做义工就对啦。
来开拓这个团契哦。我听到讲好啊，那会当侍奉上帝是真好啊。怎南亚团契、圣德团契、中原中青团契、富台中青团契，甲这个也个是万灵团契，一个一直开拓一直去。恁到遮听起来拢无问题啊！恁看到我，恁嘛感觉哦，这个侍奉，安尼侍奉上帝遮尔认真，这个少年囡仔袂歹，安尼。但是有一个人感觉无好。我毋知1977年少年囡真正毋知，我毋知咱有发表一个人权宣言，迄个叫做人权宣言、国事声明。人权宣言对，人权宣言主张迄个台湾是一个新式独立的国家我毋知迄个代志，我真正毋知。我都知影，人叫咱做工就戆一直做忽然间一寡人一直开始咧甲我关心。你长老教会的工课是最好较莫插较好哦。这什么代志啊？有讲你中大团是要请讲员莫安尼。长老教会讲员莫请啦，真好请别教派。你这礼拜请周连华来，真好。你类似安尼这款的话不是你就会听到啦。我想讲，到底什么代志？我事后才明白，这两个甚至有会讲，你最好唔通做学生事工这对你教册有影响这对我来讲是恐吓。这对我来讲是魔鬼咧试探。你要做基督徒啊，唔做基督徒，唔是要做长老教会会友，是唔是要做长老教会会友？你若是拄到这款代志，你若软去，好啊。头前看起来敢若有困难，我做学生工作，对我无利益啊。我都甲拼咧教别人，我会感觉讲，这是我对上帝的陪伴。我算哪拍拼哪去做，哇！开始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代志来啊！教育部有发起一个，有几啊摆啊啦我讲起我印象较深的啦。其中有一摆请2台游览车啦对台来一直招，中央大学来一直招招2台车对学校较有无相同意见的人拢甲请去车顶参观10大建设迄款过来台中去中央新村，我会去连云港做新主席，我送卡棒，我卡棒我毋捌看过遐重的毋对啊，送卡棒，看2卡卡棒，等于家己我互阮爸讲爸，你较爱用这，我这袂惯势安尼沿路参观沿路安尼一直对迄个我才知影讲我一定互写甲足凄惨的，是安怎？我坐迄位，我回头一看迄个人油青啦。我讲哎哟，我当时变到这级的安尼，我这无代无志我是甲你做上帝讲了，我甲这哪有关系？日子一日过，算中小的时阵总是会到。我讲算中小是什么？是算中小。我做学生工作，伫大学教册，阮遐老师拢常常互相劝勉，2项代志你若莫捌，绝对人袂甲你付出去。头一项色毋通捌，第二钱毋通捌。这2项你若无捌到，看啥物人要甲你赶出去你到底要用对一条脚赶出迄个教育部门啊？我真谨慎、真认真，毋通去捌到这2项代志。无想到还佫有第3项，我毋知影我要升等，我要升等，我家己心里就有数惨时机到这总是爱总算啦迄阵大概是1984。未到87，未解严的时，我甲张立夫牧师，我做伙教会公布的张立夫牧师，我就甲立夫讲讲立夫若下年无过，
我鼻仔懵咧，技不如人。因为迄人看啥论文，迄人无过，就是你论文无过嘛，教册教了无好，学生的评语歹嘛，吼，服务你伫社会服务无好嘛，吼，啊，即看即有实际成绩的，哦啊，学生囡仔拍点数，迄是逐学期拢爱拍点数去练的，吼。我讲若迄人无过，鼻仔懵咧无啊，我技不如人。啊，若医人无过，我嘛鼻仔懵咧，技不如人，嘛是看遮啦，吼。啊，若学校医官无过，我来讲，我不服。迄有政治因素，因甲我经过几啊年啊，因上好的时机就是这个时机。我完全照我所讲，我黑人通过，外送2个人拢总过，迄个学生的评语拢总真好，哇啥拢真好。黑人送，医人搁送，啊拢讲过啊，送到学校，学校是拢无要送的，哇，这真麻烦。要送的无问题，无要送的才是问题。用一个理由甲我抓落来，这个理由你知影？讲无博士学位。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伫大学的生态是安尼啦吼。阮成顶是安尼，我若是旧的制度，讲师要升副教授吼，有2个互你教啦，一个就是讲用迄个著作升等，就是讲我著作用拍讲有博士学位以上的资格，所以你会当升顶著作升等。有一个是你讲师去读博士学位转来，按做以学位改聘，迄做改聘啦。哦，你本来是聘讲师，即摆改聘做副教授啊，迄做改聘。我明明都教讲用著作升等咧，伊叫人讲你都无博士学位的，哦，煞甲讲对即边去啦吼。我当然，阮文行院代表就讲，这都毋对啊，这听书上都毋对，人头的迄个安尼，无法度。校长主持的会议下面一堆拢听伊话的人，拢讲了，落来包括我系主任，包括阮系人的代表、医院的代表，拢来甲我会室咧，讲咱拢照学校的规矩，学校硬硬要安怎做，阮都无法度。我嘛毋知要安怎，我想讲，我若毋是离开大学教册，无就是怎一世人做讲师咧，若安尼尔，无要安怎？哦，上帝敢会伫这个时阵出手？迄是我的问题啊，我的信仰问题啊。我敢相信上帝会伫这个时阵出手？迄年1984，我还记啊清清楚楚。5月升顶论文了，拖过一个时阵，心情足歹。我到底要留到大学教册，也无要留到大学教册定。一直拖到年底，忽然间有一通电话敲来互我，这什么人？这个有那是足活动的人，廖明发啦。恁中间捌廖明发廖长老人遐笑者，捌廖长老吼。廖长老迄讲讲话，我到今嘛印象足深的。陈德林啊，听讲你这个变囡仔吼，讲话啦，讲啊歹听咧。讲，这个变囡仔吼，我要到新公园吼办一个迄青年报道会啦，请你来报道啦。我都人若讲，我都拢抱啊并来讲，时间会使，我都讲应好。我这嘛是，我拢先这个抱啊先现来才讲啊吼。我讲好啊，时间会使啦吼。伊讲你爱较早到哦，好。伊甲我讲6点半要开始，9点半7点要开始，9点半要结束，叫我爱较早到。我也袂去你问讲，我节目是伫头前啊，伫后壁啊。所以伊甲我讲7点开始，我6点半就到啊。结果我实在去你讲的时间，当时你敢知9点。感谢上帝，伊甲我讲爱较早到这句话，无甲我讲清楚。
我去坐伫遐，节目讲甲排伫9点，啊，我6点半坐伫遐，啊，等一时啊，洪秀强牧师来坐咧对面。迄年伊做青年归主协会的董事长，洪秀强牧师头举起来甲我讲：“德林，最近安怎？”吼！你莫问我无话，你问者我几百多岁，我怎啪啪啪啪拢讲互听啦。代志就是安尼啦。李登辉，不，这个洪秀强牧师讲安尼啦。今年我要去李登辉做副总统的时，阮教会伊算会籍算伫迄个济南嘛，阮要去因兜做家庭礼拜。啊，临时有一个讲袂当去，啊，因咧管伫咧负责安全的讲，迄名单吼袂当用个人报，规个名单摕倒转来重新搁去。伊讲我拄啊摕倒转来单，我在咧想讲定义了后，明仔载要送出去，永远不落我。我毋知影上帝安怎安排。伊甲我讲，我将你的名甲写伫内面。你去伊厝，你将头拄讲我听的代志讲我听。迄暝了，洪秀强牧师教我写一个简单的代志，啊，写好清楚。讲我是无博士学位，才无互我升顶，结果过无偌久，搁一个讲师无博士学位，煞伊也升顶。啊，那安尼？啊，这个足明显的，这针对我尔，吼，啊，我着像即款代志拢甲写起来，啊，那交李登辉，李登辉听应一句话，我感觉伊这人快人快语。你有人不喜欢李登辉没有关系啦，吼，不过我对伊印象是袂歹啦，伊会帮赞过我吼。伊刚甲问一句话，你意思是讲？因为你是长老教会做长老教会学生事工，所以学校安尼对付你。我讲对。你认为怎迄怎收咧？讲安尼，这样代志我甲你决定啊，怎收起来？到过当年3月，哦，对人来讲，才2、3个月代志，对我讲足久的呢。我写一张批去总统府，我讲，副总统啊，到底是进行了安怎哈？用吼。恁学校的校长吼，要叫我去恁学校吼校庆演讲，阮校庆5月啦，得要来啊啦，你毋遐紧张啦。伊来的时候，我自然面对面甲问啦。阮学校嘛毋捌咧请啥物总统去咧校庆演讲啊，但迄年忽然间去咧想着，找副总统去演讲，啊讲。提前爱先去甲伊讲题目啦，吼啊，什物资料啦，吼啊，行路线啦，吼啊，要到几点啦，这细节讲清楚嘛。讲校长一行到李登辉因厝的门口口，李登辉讲我行袂去哩，所以伊迄个要入门，我随甲问，讲张德霖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安尼尔，伊刚刚问一句。张德霖的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伊讲，恁校长一个面啊变，规个总变了。啊，没有怀疑，没有怀疑。我也无讲有怀疑啊，伊直讲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我只希望他去念博士班。李登辉讲，他没有念博士班，在我们的办法之下，照样可以升等啊，为什么不可以？哦，这样啊，那我回去再想想办法。啊，李登辉就随较在那个洪秀强牧师讲，甲迄青年讲啊，无问题啦。那伊讲再回去想想办法呢，你也知讲没有问题了。我去话，因咧讲话我听拢无呢。我来我去啊，咩好用剑仙咧讲话，讲安尼就没有问题了。等下佮调一个会，差不多是拢有那遐个人，遐系主任啦，遐系了，这人数差不多这定标快通过啊。你要安怎讲？逐项代志拢凑巧发生。拄啊，李登辉起来做副总统，拄啊，李登辉 Christmas 要做家庭礼拜，拄啊，一个人袂当去，名单替等个定下，拄好
廖明发叫我爱较早去咧，伊若讲9点较早去，我就8点半去。伊干拢无讲，甲叫我较早去，我真正6点半去，才拄到杭州姜牧师。可能对有个人来讲凑巧嘛，但是对我的信仰来讲，上帝伫迄个危险的时出手帮助我。这真正是伫迄个状况得着救。佫较深切诶，学校人老师恁知影啦？带过公家机关，迄专门咧共报，迄报吼，迄有个足要求拢乌白乱写。迄报诶人吼，大家嘛拢知影是啥物相关人。对迄边过来吼，我对这边过吼，安尼看到我走入去伫迄啥物办公室去，我也袂对伊安怎啊？我嘛无啥物权利，我这甲我哪有啥物关系？他渐渐就开始有人咧问啊，你跟李登辉是什么关系？我讲没有关系，我都接受了，没有关系，怎么会帮忙你？我怎么知道？其实我知影，平平主来兄弟姊妹嘛，安尼尔嘛，迄毋是伫即个信仰内面的人，因无法度体会即款受压迫、受苦楚的代志。搁李登辉伊打了真知，伊讲都咱的暴力的办法，明明都有江苏省副教授，搁伊小著作升等。都无问题啊！你是安怎无要升等？你讲袂过啊！怎安尼吼？从此以后吼，遐什么迄牛肉，拄着我吼，敢若迄拄了鸟鼠去拄着鸟啊！我闪甲世界闪。我到即摆讲开始会当编以前白色恐怖的时的一寡资料会使编。但人就牧师咧甲我讲，你敢有趣味想要去看？我袂，知影又如何啦？知影又如何？上帝已经怜悯我的状况啊，下面人啊，因咧做，因毋知影，因其实是咧妨害咧台湾往头前行的路啦。因掠做讲，因咧听爱国家，这个拯救的故事对我足深足切的，因为迄是实实在在伫我的厝里发生。我的牧师娘嘛体会到迄阵我迄个丧志吼，人袂当讲哩，犹原拢有迄款的艰苦软正啦吼。上帝怜悯我真正讲伫迄时阵，互我犹原会当徛在，无讲因为安尼喊一个尔讲学生工作毋做啊，无爱啊。乖乖，搁往头前做，到伫今仔日。好，我想大概就是安尼啦，好无？留5分钟的时间，互大家问啦，好无？针对今日我讲的，吼，有啥物问题无？包括我讲的，包括我举的例，吼，来讲。这你甲想讲，像阿寿啤酒，迄是因处理的代志，我真熟。对李荣科吼，我甲因处真熟，吼所以。甲伊真实，其他故事，俊义咧讲遐故事，我想伊也是一个真实在的人，伊袂使帮忙，所以拢实在伫咱中间发生过的代志啊。我感觉咱长老教会最近敢若较无啥咧讲见证哦。我细汉时不时拢有听到见证会，啥物即款的会吼。我最近感觉迄，你甲像讲即个做职业杀手，才变做其他大这个故事，足好讲的迄落啊。是咧啥？吼，咱真正爱讲起，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这是明明实实发生伫咱身躯边的故事。有无？若无吼，我用阮家庭的得救的故事来做结论啦。吼，这原自本我无想到。我阿嬷吼，为了要信耶稣吼，
互阮阿公甲赶出去。伫日本时代哦，1920几年的时，伫山顶赶出去，无人无资源，我四姑就爱爱阮老爸，甲阮伊遐阿姐，阮遐大姑二姑啥遐，找一个山寮伊家己编迄柑啦也是讲竹艺品啦礼拜日礼拜时，才找人去路边摆将迄卖掉，了才一个摕米，一个摕豆油，转去山顶的厝，阮阿嬷是即款状况信耶稣的。我感谢上帝，我小可有种到阮阿嬷我硬气，你若无要互我信耶稣，叫我爱出去，我就甲出去，我出去互你看。我感谢上帝即个我阿嬷传即款信仰来伊足爱吟一首诗：至圣救主做人朋友，软弱的人是你所救，一世人牵我的手，有缘是要我靠你。至圣救主做人朋友。结果这首歌是阮一家差不多要紧的事，阮全体吟的诗。迄个时阵要礼拜，拢对山顶，拢4点就开始举迄架铺尾啦，啥是迄竹旗啊，迄款的。对遐呢，透早赶落来甲德山教会，副主日学呢，毋是副礼拜呢。迄阵拢下晡还阁有礼拜，一日做2顿，伫教会食咸糜，阁做第2场礼拜才有转去。因为中昼时去卖柑啊，啥物等等，我一项代志，我上届我毋知要安怎讲，我的阿公讲恁要拢出去无要紧大囝甲我留咧，因为我这大囝这上要紧的，我毋是咧咒詛阮大伯啦，结果我阿姑、阮老爸，我毋敢讲阮拢有偌大成就我敢讲，这阿姑甲这阮大伯，因中间上界悲惨就是阮大伯，就是留落来阮阿公认为讲这上要紧的查甫囝这是大孙、大囝爱留在身躯边的，到尾非常凄惨，无钱住伫山里的所在，无钱来到家己，就行来阮兜，若要甲阮爸摕钱阮老母也无欢喜，就敲电话来，阮老爸就开始衫咧静静的要出来，阮老母会直觉5000，到迄个咧食3顿都爱小弟斗帮忙，我毋知影这一个是村咧，逐个人，逐个家族拢。好势好势，出去的人大家都好势好势，结果是迄个留倒伊身躯边的人出代志。这是阮的家庭的故事。我若无其他问题，我就交迄个好，多谢张牧师咱因为我走来走去有时候没有连续咱。得救这个主题，咱应该拢有清楚啦就是回转归向上帝咱转去了后，咱的笔记再个详细来看咱下一次上课是5月20号，5月20嘛是这个时间。好，安尼咱今日聚会到这好，多谢张牧师，咱拍鼓啊